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列王记，我们看见亚哈死后，将他的王位传给亚哈谢，但亚哈谢求问巴利西普，没有求问神，以至于只有短短2年，又由他的兄弟约兰，也就是约荷兰来继位。但在南国的约沙法也让他的儿子约兰同时来摄政，所以我们看到在南北国都有约兰王。而在北国的先知以利亚，在列王纪上的19章，已经将这个外衣搭在以利沙的身上。以利沙从那时候开始跟随，但是今天我们要读的列王记下的第2章，看见这个棒子要正式的交给以利沙，以利沙的服侍可能前后的时间加起来将近70年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列王记下卷第2章第1节。上主特别因跟利亚风接以利亚上天的时，以利亚甲以利沙做伙离开吉甲。以利亚对以利沙讲：上主找我去伯特利，你就留踮遮。以利沙讲：我记因我的上主甲你的性命救抓，我一定无要离开你。因两个人就做伙落去伯特利。伯特利遐个先知的学生出来见以利沙，对伊讲：上主今仔日要请你的老师离开你去，你知无？伊讲：我知，请恁点点。以利亚甲伊讲：以利沙，上主找我去耶利哥，你着留踮遮。以利沙讲：我记因我的上主甲你的性命救抓，我一定无要离开你。因就到耶利哥。耶利哥遐个先知的学生来到以利沙遐，对伊讲：上主今仔日要请你的老师离开你，你知无？伊讲：我知，请恁点点。以利亚对以利沙讲：上主找我去约旦河，你着留踮遮。以利沙讲：我记因我的上主甲你的性命救抓，我一定无要离开你。因两个人就做伙去。上帝要用旋风，旋风的意思就是暴风。在列王纪上的第19章，以利亚来到何烈山上，上帝要对他说话前，也用这个狂风来让他在狂风中，但是上帝没有在那里。但以利亚，上帝要用旋风把他接升天，而以利亚从吉甲往前行。这个吉甲跟约书亚记第4章19节的吉甲是不同的地方，但是名字都一样，意思都是滚动的，滚动的。所以以利亚从吉甲要往前行，因为他知道上帝要把他接走，但是他却告诉以利沙，叫他上帝要差遣他去伯特利，他可以留下来。但是呢，在原文当中，这是一个命令句，也就是老师命令徒弟留下来。我们在列王记上看见这个上帝有让一个先知的门徒，叫他的同伴打他，但是他同伴不打他，结果呢就被狮子咬死了。先知是要绝对顺服，但是现在以利亚命令以利沙留下来，以利沙却连续几次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又指着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所以他们从吉甲一起来到伯特利，又同样的剧情，以利亚命令以利沙留下来，以利沙又讲同样的话，我必不离开你。所以他们又去到了耶利哥。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或是神的家。那来到了耶利哥，又同样再发生一次，老师命令以利沙留下来，但以利沙说我必不离开你。而且呢，他们来到伯特利，有先知来迎接他们，告诉以利沙，神要把你的师傅接离开。这个师傅呢，在圣经当中很少用这个字哦。但是呢，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头上的主人，或是头上的首领。而在伯特利有先知的门徒，在耶利哥也有先知的门徒。这先知的门徒，这个门徒的原文的意思是儿子，儿子，有先知的儿子。那所以可以想象，这个以利亚，他在伯特利，有一些的学生像儿子一样，在耶利哥也有一些学生像儿子一样。
好，那他们都称以利亚呢叫做头上的主人或是头上的首领，所以不仅是老师，还是像父亲，好，所以是师父，好，都把它结合在一起。但是在这里，好，就有许多的讨论，好有可能是以利亚要借此测试以利沙是不是愿意紧紧的跟随。那有人认为，以利亚从吉甲来到了伯特利，到了耶利哥，是要向各地的门徒道别。好，那但是让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就好像耶稣带着这些门徒，这些门徒呢，好，就好像彼得说，耶稣，好，不管人怎么对你，我永远不会离开你。好，是一个考验，好，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功课。那他们最后呢，要过了约旦河前，以利亚又讲了一样的话，好，但是以利沙好也同样的回应，好，那所以呢，讲了3次，我永不离开你。我们继续来看第7节哦，有50个先知的核心对应去，远远徛伫因的对面，因两人徛伫约旦河边，以利亚将伊的外衫卷起来，拍河水，水就分双边。因两人行大队过去，过去了，以利亚对以利沙讲：我受接离开你以前，你爱我为着你做什么？你就甲我讲。以利沙讲：求你将感动你的神加倍互我。以利亚讲：你所求的真困难，毋过我受接离开你的时，你若看到我，就会得到；若无，就得袂到。好，那在这里呢，好铺成了一个梗。好，那这个梗呢，好像就是以利亚也没有办法交接给以利沙，一切的主权都还是在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手中。好，那以利亚能够做的，好或是能够给的，可能都给光给尽了。但是呢，最后上帝的旨意要怎么样成全，就要看以利沙自己的造化，以利沙自己的信心。所以一路的跟，终于过了约旦河。好，那要过河呢，以利亚是用自己的外衣卷起来打水，水就分开。这个场景呢，就让我们看到摩西，好，也曾经用他的杖，好，然后呢，命令红海分开。那也让我们想到耶稣比这个更厉害，比以利亚、以利沙更厉害，哈，不是分开，是直接走在水面上。而当他们过了约旦河，好，以利亚终于给了好一个机会，说以利沙，我要离开你以前，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好，你只管求。那以利沙呢，显然也是有备而来，好，他并不是临时才在想，而他所求的呢，好，也超乎以利亚所想的。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双倍感动我。双倍哈，在以色列人好，他们的这种感动在原文当中呢没有感动就是愿你的灵好双倍好，但是这个灵呢好怎么样双倍？好像是一个继承，而长子呢好就是可以继承双倍，所以以利亚这么多的学生，在以利沙的心里面好渴慕好能够成为以利亚所有学生当中的长子。好，能够有双倍的继承，但是他继承好，也要知道好，以利亚所领受的是要挑战亚哈王、耶喜毕皇后，还有在北国好这个安利家族的败坏，那他要去为神做工，好，那他是要卖命的，好是要冒险的。那以利沙他要求双倍，好，他也知道，好，他要来继承以利亚，好，他是需要好上帝的能力与他同在，所以以利亚才说，你求的是一件难事，但我若被接离开，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好，所以条件很简单，就是呢，那你要跟就继续跟吧。好，你要跟到好，看到我怎么样离开，好，那这件事情就会成就。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11节，因哪行哪讲的时，忽然有火箭车、火马将因两人隔开，以利亚就坐跟雷亚风受接上天。以利沙看到就话讲：师傅啊，师傅啊，以色列的战车甲马兵啊！后来以利沙无过看到以利亚，就将家己的衫拆做两边。伊甲以利亚加落来的外衫，倒转去徛伫约旦河边，用迄领外衫拍河水，讲：上主，以利亚的上帝伫倒位？拍水了后，水就分做两边，以利沙就过去。
伊丽莎对面遐个亚里哥先知的学生看到，就讲感动伊利亚的心，临在伫伊丽莎啦，因就来迎接伊，拍落伫伊的面前。因对伊丽莎讲：你的仆人遮有50个勇士，请你稳准因去找你的老师，可能上主的神带伊去，甲伊迄伫某一个山，还是某一个山谷。伊讲毋免找人去，因一直甲伊丽莎鼓情。伊丽莎互因逼甲真为难，就讲恁通找遐个勇士去，因就找50人去，找3日，找拢无。伊丽莎伫亚里哥听候，因倒来了后，伊甲因讲：我竟无甲恁讲，毋免去找。以利亚说以利沙要求的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若看见就必得着。而就在他们过约旦河边走边讲，有火马火车，好，原文是火，然后呢复数的马跟火单数的车，好，那所以呢是有好几只的马像火一样，或是火像马一样，然后呢有一台车好像火一样出现，而且从他们2个人中间隔开。以利亚呢就乘着旋风好，所以跟第2章第1节讲的一样，好，是在这个暴风当中，好，所以这个画面呢，好，有暴风，有火的马好几匹，好像马一样的火，好，跟像车一样的火焰一亮，然后呢，以利亚就这样被接升上天好，那以利沙看见就呼叫：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骑兵啊！所以前面以利亚说：你若看见，就必得着。好，那这里12节以利沙看见，好，他看见的反应是呼叫，好，这个呼叫呢也没有在他的料想当中，好，他心中可能暗暗的有要祷告求，好，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以利沙，但是他没有想到上帝会用这样的方式，以至于他忍不住的叫出来：我父啊，我父啊！好，这个我父呢，好，意思是指有权威的人有权威人，所以他应该不是在叫天父啊，天父，而是呢，他真的就把以利亚当作是他的父亲一样，好，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你是以色列好战车骑兵，但是这句话呢，也可以指说上帝所派来的火马和火焰车呢，其实就是神一直在保护这个国家。好，那以利亚呢，可能就接着被神接去天上，好，去天上去征战，好，或是有其他的事情，我们就不知道。但是呢，以利沙这样一开口，好，做这样宣告，好，那一直到呢以利亚上天，然后越来越远，看不见为止。好，那以利沙不再看见他之后呢，好，就把自己的衣服撕为2片了。那这件衣服呢，很有可能就是当初列王纪上19章以利亚好来选召以利沙的时候，好套在他身上的外衣。但现在呢，好有一件以利亚升天前掉下来的外衣，他把旧的撕成2片，然后呢，把以利亚掉下来的那一件呢，好用同样的方式好卷起来，回到约旦河边打水。然后打水的时候呢，好，他也宣告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当他这样一打之后，水也分开好，那表示呢，好，这个以利亚的信心，好，已经继承在以利沙的身上，他也能够按着信心，好，有以利亚的感动，好，然后为上帝来做工。而在对岸，有耶利哥的50个先知，因为在第7节说50个先知门徒，他们呢都在对岸没有过去，因为可能那个水干地呢，他们过不去。那但是他们从以利沙这样回来，大家就马上知道感动以利亚的灵临到以利沙身上，他们的动作就是迎接他，伏于地上，然后向他下拜。那意思就是看到以利沙，好像看到以利亚。但是虽然他们尊敬以利沙像以利亚但是他们提出个要求他们想要派50个壮士去寻找师傅因为呢他们认为虽然以利亚可能被接上天，但是有可能这个火车火马会停留在某个山谷某个山上那以利亚还会回来。但是以利沙很清楚不必派人那耶利哥的50个门徒就不断的催促，直到以利沙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的意思就是无法推辞
好说好，那你们去吧，好去。所以其实他们是很尊重以利沙，好，因为以利沙不开口，好，他们不敢去。哦，那但是去了，找了3天，为什么3天呢？好，3天就是黄金72小时啊。耶稣为什么死后第3天复活？好，也就是说他是确定，好，是在这个死了3天，好，那是真的死了。好，那所以找了3天找不到，又回来，以利沙就在耶利哥等他们。好，找不到之后，以利沙也很酷的说：“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们不必去了吗？”好，所以让以利沙的地位呢瞬间无缝接轨。好，然后跟以利亚一样的地位，好，甚至在他身上呢，好，感动他的以利亚的灵呢，双倍的在以利沙身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19好到最后的25节。亚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讲：先生，照你所知，这个城的地势真好，毋过水质真歹，土地未生产。以利沙讲：恁用一块新的碗兑盐摕来互我，因就摕来互伊。伊去到水泉遐，将盐倒伫水里，讲：上主安尼讲。我医好这个水，这个水袂过互人死，嘛袂过互地无生产。迄个水就变做好水，到今仔日拄照伊丽莎所讲的话。伊丽莎对遐上起伯地里，伫路呢伫行的时，有少年人对城内出来，甲伊踢笑讲：秃头的闪走，秃头的闪走。伊回头甲因看。奉上主的名救助因，就两只hin母对树拿出来，拆离因中间42个少年人。伊对遐上加密山，搁对遐倒去撒玛利亚。以利沙无缝接轨以利亚，好，还在耶利哥城好等3天。那耶利哥城对以利沙提出个要求，好，是当初以利亚在这边没有尝试过的，说这城的地点很好。就如同以利沙我主所看见，只有一点不好，就是水质恶劣。因为水质恶劣，种什么养什么，种不起来也养不活。好，那在列王纪上的16章，我们那时候看见亚哈呢，好，他又来重建耶利哥。重建耶利哥呢，好的那个工头呢，好，在建的时候呢，死了儿子，好，在完工的时候也死了儿子。好，列王纪上的16章，因为这是来自于约书亚记第6章，好，约书亚攻破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倒塌，好，约书亚所咒诅的事情了。好，但是呢，好，现在以利沙好要来解开这个咒诅。所以以利沙好就吩咐人拿一个新的瓶子装盐，带到耶利哥城的水源头，好，然后呢倒在那里，好，说神有启示，神耶和华如此说，我是神，治好了这水，从那里不会再有死亡和不生产的事了。好，所以表示说，从约书亚记第6章，好，这个约书亚所咒诅的事情呢，好，就在以利沙的这个时刻。好，就恢复医治他。好，所以今天好，如果去圣地，好，还有一个地方叫以利沙水泉呢。好，那从以利沙水泉呢，好，这个水呢，好，都是正常的水。好，那所以这个事情呢，好，就一直到现在，直到如今，都印证以利沙所说的话。那23节，以利沙呢，就从耶利哥。好，要往伯特利，好，上伯特利啊。好，那这个上呢是地势往上爬。但是呢，在路上的时候，好，才刚出发，好，就有耶利哥的孩童，好，和本是写孩童，那原文是少年人，好，那好几个，好，从后面来看，好，被熊撕裂的就有42个，好，所以搞不好是更多的少年人，可以说是一群混混或是帮派，那他们就讥笑他，好，耶利哥城人还会尊重以利沙说，我主啊，好，他们好称以利沙是我主。但是呢，这群混混称以利沙什么秃头的，好，秃头的，好，你去吧，你去吧，好，去哪里呢？去伯特利，上去吧，上去吧。所以以利沙回头瞪他们，然后奉主的名咒诅他们。好，才咒诅完，就有2头的母熊，好，从森林中出来，就把这一群少年当中的42个，好，就把他们撕裂。而以利沙呢，又去到了伯特利，从伯特利呢，又北上去到了加密山，最后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
那可能呢，就是把先知以利亚感动的灵继续带到这些地方去。那也让以利亚的学生们知道，老师被神接走了，但是神的灵继续停留在以利沙的身上，神要继续来做工。今天的金句在2章9节，过去了，以利亚对以利沙讲：我受接离开你以前，你爱我，为着你做什么，你就甲我讲。以利沙讲：求你将感动你的神加倍给我，愿感动你的灵双倍感动我。我们昨天看到亚哈谢有眼无珠，在以色列当中不去求问以色列的神，跑去求问以格伦的神明苍蝇王，而最终让自己下不了病床。但以利沙，他70年的服侍当中，前面有很长一段时间跟随着以利亚，而他的眼光明亮，他不愿轻易的妥协，即便他的老师师父命令他留下来，但是呢，他依然凭着信心跟随到底，而他的信心也得到了淬炼，就是得到双倍的恩膏。那在今天我们是否也有以利沙这种信心，不见一人，只见基督，愿意紧紧跟随耶稣呢？当我们紧紧跟随耶稣所得到的恩膏，我们是否也像以利沙一样明白，这些属灵的能力不是用来提升自己的身价，也不是用来行神迹，或是来瞪人家、咒骂这些对我们不好的人，而是用来面对时代当中更艰巨的挑战。我们会看到接下来以利沙的故事，那也非常的长哦。而以利沙的服饰呢，也是不容易的，而他的这些的服饰呢，都是接续着以利亚后面来走，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的恩膏，这些从神来的祝福感动，是为了要走更远的路，更长远的服饰。而我们也今天看到上帝话语的双重性，神宣告，神耶和华如此说，他要治好这个水。所以神的话是一个像医治的盐让耶利哥曾经这个被约书亚所咒诅，也是抵挡神的城，不荣耀神的城，但是神呢医治他，修复他，到今天耶利哥的水正常生活，正常供应。但神的话呢也是审判的熊，奉耶和华的名诅咒这些少年人，当中就有42个被撕裂。所以上帝的恩典慈爱固然广大，但神的圣洁公义也不容轻慢。愿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得到智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以利亚他成为圣经当中唯二没有经历死亡就被神接到天上去。而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以利亚也出现和摩西一同的出现，和耶稣在山上登山显荣。我们也看见上帝你的作为是要叫我们学习以利亚的心智，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让我们能够继续如同以利沙紧紧的跟随耶稣让感动耶稣的灵也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受耶稣的差遣，去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能够完成大使命，也能够遵守大诫命，也能够带来这地的医治恢复，也能够将神你的公义、慈爱、怜悯、信实能够彰显出来。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